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个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你加害者做做了后，受害者爱搁替你暗扛，我感觉这是上大的罪恶。The Unspeakable， 那照伊这篇咧写，就是咧讲台湾人伫咧白色恐怖时期啊，有诶话你袂使讲，因为你若讲出来，可能你就会互掠去，还是害别人去互掠去，吼，甚至会甲人害死。单位有写过不少有关228甲白色恐怖的诗、小说甲戏剧。这篇《The Unspeakable》是一篇写实幼路，互人读了真感动的小说。这段描写会当真活跳去展现过去台湾白色恐怖时代，会使讲无边界，无一个到底当时情况的迄个倾向伫遐。迄个黑暗砍掉的，是咱毋知伊砍到偌宽偌大底，迄个大底阁是互你无法度讲出来，讲袂出来。啊！你无法度得到逃亡的迄种痛苦。迄暗，我的老爸下骨喘又搁大牙起来。今年这个5月算起来已经3摆啊，这回上介厉害，迄开袂输拍铁啊灌风筒气呼叫。面一直乌入去，我的老母听到伊喘，青光都骂：你这个婚阁唔改，下骨夹起来，拢莫插伊，放记载你去下。但一句话，毋知已经讲几遍啊，嘛是讲了，就叫我紧去叫先生。我的老爸一世人无食酒，袂骂人，都是爱食薰，这项改袂过来。下骨喘的症头愈来愈严重，见牙起来，就爱去约单银先生来处理往诊。真古怪，拢定着爱注声才缀会落去，敢若食药啊无效。好啊，这当住落去，都会较定着啊。歹势啦！定定3更半暝，甲你搅吵。袂啦，这种镜头当时要举，成本歹按算。搁再讲，我嘛袂当无来，若无连工就减一个人陪我行棋泡茶啦。哈哈，我来去啊哈！先生慢行哈。单林先生性地好，佮知影阮老爸镜头，透眉叫嘛随倒来。因就是看黑骨病熟悉做朋友。我的老爸好好的时，定定去医生馆啉茶行棋。人讲丹尼先生是危机小，记忆力有上段，
少年的时捌去台北参加比赛，迄医生馆伫大家人，为阮厝去用走的嘛，着我半点外真久。不过，即段路我走甲足熟啊。按庙后迄区甘蔗园早底路去，免半点钟就会到。总是咱庄人真侪人传说，关帝庙后面迄大片甘蔗园有歹空的，像是有查某吊刀死，神魂不时倒来伫遐。迄个查某，阮阿嬷捌伊啦，叫做安梅，生做袂歹，互因翁放杀去。就是即个关系，若毋是真正要紧的大合，我尽量无早底路按遐过。放古在你去下就是下久的下啦，吼，安尼啊，古在这伫文献真少看到，我的语感也有伫咧，单于先生有甲写出来。一般较常听到的是讲，记在你，出在你，故在你，虽在你，犹在你。这个共款，这意思讲法足济啦。古在较少，华语就讲任凭、任由所以这个古在而且真水，叫醒我囡仔时代会记伫。按庙后迄区甘蔗园。早底路去，免半点钟就会到。早底路，这个底路的意思咱台语较少咧讲。近路可能较侪讲，因为底路有迄个速度，也是翘起，找死路啦，早底路就是华语中讲超近路。向时有查某。吊刀死，神魂不时转来伫遐。向时真水，迄个向足水。这个合音词，咱台语足济。我收集到的合音词超过200个。我即届捌发表伫歌前年刊，就是迄当时，合音转甲变做。向时，像讲即当时就变做将时，这个实在咱的口语的语言是安尼讲较济，无人讲遐标准的迄当时，那个向时，像讲进几点啊？就是即阵意思是对，但是就是进，就是即阵，嘛是。讲真诶人真济啦，迄我无伫遐，迄就是迄阵，即款诶合音，伫咱诶语言内底足自然诶。即篇咧当然你若是干那看题目嘛，是可能小可以会着讲，哇哦，这又搁要讲什么事件啦我想单位生呢，应该是半条工啦就是讲透过这个作品。要甲伊印象中的所了解的台湾的状况写落来拄好，当然伊台南人，所以就以台南做主要的这个故事背景嘛伊这个段落有写着讲呢，所谓老爸虾姑啦有咧形容迄个虾姑讲开袂输拍铁灌风筒，气呼叫，面一直乌咧去。这个形容啦，你讲虾姑的状况，大家让想看讲，是毋是有吓啦袂输拍铁灌风筒。好，过来就是讲老母听到老爸咧喘，干骂，这个骂的句虽然无长毋过原来真写实啦，确实啦就是对这个无法度解分的人，可能你就是安尼甲念啦，无爱吵你啦，放久在你去啦。无可能无甲吵，也是继续会甲照顾啦但是就是这就是真现实的写实的这种写法啦这样看起来是展然紧急的状况。我的老爸下句喘足侪冬，喊得像安尼，下甲袂讲话。
雄啊，紧个，紧去叫先生。好，我沿路走，沿路赶头，来到庙口，头壳皮顶红，一日就按甘蔗园总入去。迄站甘蔗有2个人悬，规片暗面蒙猫，袂输走入去棚空内，敢若有听到一四架四叔仔咧吼，哪走风哪透，甘蔗摇来摇去，嘶嘶沙沙，袂输查某鬼咧叫。我喙齿紧夹咧，愈走愈紧，规身躯布加冷笋的鸡母皮。雄雄头前遐嘣一声，线落搁一声，像咧放炮啊！我着惊，停骹落来，头前远远有灯火咧映，踮骹挖进去，听到人咧喊声，蜜大甘蔗狗咕咧甲看，我着惊。停骹落来，头前远远有灯火咧映，踮骹挖进去，听到人咧喊声，蜜大甘蔗狗咕咧甲看，4、5个兵仔举长枪围咧，一个大汉的队长喊讲：“好了好了，他妈的，过来过来！”有2个人按涂骹孔爬起来，一人手里举一支土签，迄队长一手银底枪。一手用手电甲因烧，迄2个人互电火烧着，袂输中着定生发，直直袂叮当。他妈的，台湾人，老子给你颜色看！用手电照因的面，迄面若食人的鬼仔头，目睭正大蕊，拄拄甲我相对看。迄个细汉的长头鬃，惊甲喙仔开开，我袂认这是啥人。另外迄个。挂目镜有2撇喙鬚，毋是别人，就是单银先生。我看甲清清楚楚。雄雄队长喊：“他妈的，跪下！听见没有？叫你跪下！妈的，不跪啊！我操！”单银先生毋跪，兵仔出骹甲站，才跪落去。迄兵仔马上做一群大枪。乒乒乓乓，像咧放炮啊！单银先生一个倒落去，趴伫涂骹袂叮当。兵仔比一个手势，迄个细汉长头鬃的，甲单银先生的双骹摸起来，硬拖，甲伊拖去弹落涂骹空。还未滑头过来，兵仔用枪管按后壳喊落，线手甲插落去涂空内面。马上用土签甲土砍起来。救人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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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快走！因爬上停伫河边的日木，车开了就走。我味大甘蔗狗毋敢叮当，等到车走无看见，爬起骹要走，嗨呀，双骹丢喘，骹软煞走袂行。一时天顶尾乌云飞走去，星阁出来啊！四叔仔又阁规阵闹热起来。赶紧一路总来到医生馆，要甲先生娘通知。伊遮咧写一个囡仔，因为伊的老爸下久吼，爱半暝仔吼，紧去叫一个因足熟的医生来往诊吼。这可能即马就较无这个情形，咱即马若破病半暝仔，就是送去大病院的急诊啦。吼，若英国的医生有即个往诊的，伊来到厝里甲你看吼。你个患者你若伤过伤重，英国也嘛无啥物救护车，所以医生亲身可能坐3轮车安怎来到厝里甲你看安尼。啊，结果即个囡仔就是有一暝，伊的老爸吼，佮去迄个下骨佮压起来，啊，伊紧走去要去叫即个医生来往诊吼，即个单银
即开老爸嘛是好朋友，伊逐软过一个甘蔗园，伊遐有写讲早即逝路较紧吼，结局伫迄甘蔗园，互伊看着讲即个医生去互中国兵仔掠去吼，伫遐就准甲伊枪杀啊！吼，这可能应该嘛是无经过审判呢，吼，这拄啊228过了，无经过审判就黑白甲人枪杀，吼，这实在是在咱即马来看，真正是袂使一个，也无经过迄应当有诶手续诶审判，吼，他会使就准安尼，就甲枪杀，安尼甲死刑，吼，互伊死去。有一段呢，吼，咧写着讲，真济即个传说，吼，啥物传说呢？关帝庙后面迄大片甘蔗园。听讲有歹空诶，有人咧传说，像时啊有查某吊倒死，身魂不是转来伫遐，这个描写这是你要甲当作讲是一个事实诶描写嘛会使，还是讲是要甲看做后壁铺排诶其中诶第一步嘛会使啦，我诶看法是安尼，毋过伊伫讲甘蔗园诶物件诶时阵，中有一段。在写着讲，敢若有听着一世界细数仔在吼，哪走风哪透，甘蔗摇来摇去，死死杀杀，袂输查某鬼在叫。然后这作者伊是喙齿紧加咧，愈走愈紧，规身躯布加冷顺的鸡母皮，就是讲伊这对过去的一寡情景的描写，用即款配合景配合心情综合的一个写法。当然，这篇游玩是去有讲到这个算作政治事件但是就是讲，伊对这个掠人的人对掠人的人的描写有一段写较济啦讲到当然用华语的啦就是可能兵仔咧操干桥啦然后比手势像这嘛是看了会感觉心酸啦伊讲若兵仔比一手势，迄个细汉长头鬃的。甲单银先生双脚摸起来，硬拖，甲伊拖去等落涂骹空，要袂滑头过来，兵仔用枪管按后裤落，刷手甲车落去涂空内面，这是足写实的写法啦，一路从来到医生馆，哪知大门关爸爸，弄足久无人应。看破走倒转来，对街仔路走，毋敢阁早暗甘蔗园啉过。转来到厝，阿母问讲：先生咧？先生，我甲甘蔗园看到的，讲互阿母听，比互伊看。伊若听，面仔翻青，一直问：你看有真无？你看有真无？有。我看到真，迄手电照伊的面，对伫我的面头前。但因先生，我太袂认真，雄雄阿母出力，双手甲我掠咧。雄啊，这代志你毋通讲，绝对袂使讲互人知，你知影无？伊目睭铁只大蕊，哪像咧命令我？袂使讲，袂使讲，佮哪像要哭出来，咧请求我。毋通讲，你毋通讲。单明先生做啥物歹代志，是安怎毋通讲？毋通讲，毋通讲啦！伊互人侵杀刣死，是安怎毋通讲？毋通甲先生娘通知。我一直问阿母青讲骂我。你囡仔人毋捌，叫你毋通讲，你就袂使讲。迄时我才12岁囡仔尔，这天大地大的代志，我哪会知影？伊甲我的手掠咧，大声喊讲：你甲我手抓！我迄时袂晓手抓，敢若看伊的目睭内有遐凶的惊吓恐怖，对伊讲：袂使讲，袂使讲。阿母惊我听无，讲：你无看恁林表姐啊？伊就是黑白讲，互人掠去讲。顶礼拜，林飘姐互人讲甲面歪歪去，规身躯乌青结火。转来时，厝边隔壁拢有看到。阿母甲我讲，迄是互老麻拍的。这项代志，到我大汉了后，才渐渐探听出来。
就是连飘迹伫阮阵啊，看到兵仔杀人，四界去讲，互警察掠去拍，讲伊是共产啊做谣言。这时又搁听到阮后爸大扫，阿母甲我坐伫眠床边看伊喘，像火车咧爬行，起起伏伏，规暝无停。伊目睭袅袅看，有话讲袂出来。翔啊，翔啊！爸，爸！天要光进前，阮后爸站袂牢，就过身去。我知影，就是迄暝叫无单人先生的关系。unspeakable 是安怎用英文来写，就是因为咱即个台语吼，我爱找无即个适当的台语来甲代替啦吼。因为 unspeakable 吼，伫英文的顶面哦，其实会有两层意思。第一就是讲，安尼真歹啊，袂使讲，歹甲袂使讲者，吼，像讲 unspeakable crime， 就是讲即个罪恶吼，遐尼重吼。安尼实在是毋知要安怎讲出来的，吼 unspeakable 都非常严重，叫做 unspeakable。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袂使讲，吼讲袂出来。所以咱台语若要讲，就是讲袂使讲，即个故事其实是袂使讲啦，对毋对？因为即个互人加害、互人杀谋杀即个代志，安尼几十档拢袂使讲，吼。这个故事实在是安尼啦，吼，就是讲袂使讲啦。但是呢，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这个罪恶嘛是 unspeakable， 就是讲足严重，安尼毋知要安怎形容，要安怎描写，吼，所以有两层的意思。啊，若用台语，你若讲袂使讲，安尼这就失去另外一层的意思啦，吼，这就是这个标题的意思啦。伫 unspeakable 吼，这伫单位的小说内底。可能干那即篇吼用即个英语的名吼，啊主要单位伊有哪有解说，就是讲伊找无一个拄好的词、拄好的台语词来做即篇的名吼。爱这 The Unspeakable， 那照伊即篇咧写，就是咧讲台湾人伫咧白色恐怖时期吼，你有诶话你袂使讲，因为你若讲出来，可能你就会互掠去，也是害别人去互掠去，吼，甚至会甲人害死。吼，这就是讲咱咧讲诶，迄政治禁区，吼，你袂使讲，毋通讲诶代志。啊，我感觉即篇内底有一段吼，会描写，会使讲虽然伊是较直接诶情绪，你会当看做可能是迄个角色情绪诶发泄，但是正就是会当去展现有偌恐怖诶迄个气氛，吼，因为伊即段就是阿母啦，吼，咧甲讲，哦。这代志你毋通讲，绝对袂使讲，互人知影无？绝对袂使讲。哦，伊伫中和即个物件，毋通讲，你毋通讲，你就抓你袂使讲，等等，吼。就讲看起来，共款是可能咱即个年代无法度去想象诶，就是其实即种诶经验我有听过，无共款诶长辈拢有分享过，就是不管是毋是真正厝内人有发生事件，讲互掠去也好，还是讲是其实无，可能敢若听人讲，可能厝边可能啥物较远诶亲戚啥发生诶。结果，迄种恐怖的气氛，确实是，互咱的心灵规个拢束缚掉咧。就是咱行，毋知当时，毋知啥物动作，毋知啥物代志，毋知啥物款的行为，你就会互掠去。啊，互掠去，你就无一定有法度转来，因为嘛无公开审判，嘛无啥物过程听书，你根本就毋知影安怎发生啥，毋知啊，可能就不管是掠去就倒也好，不管是怎甲你刑可能。无命也好，就是即段描写会当算讲真活跳去展现过去台湾白色恐怖时代人民的心情啦，吼，迄种会使讲无边界，无一个到底当时情况的迄个倾向伫遐。这篇《The Unspeakable》是咧写2028发生的故事。迄个时阵，真侪台湾人情愿互中国兵仔掠去枪杀，刷落来伫国民党。威权高压的统治下，台湾人无言论的自由，随时有可能因为讲一句话，就互人掠去关、掠去拍，所以毋敢黑白讲话。特别是受难者的家属，搁较无爱讲起伫因身躯边发生的代志。
经过几日当了后，无人搁再讲起。不过，我时常会想到，细汉迄时，迄项伫甘蔗园看到的代志，一直袂当理解。即马我大汉啊，渐渐明白，单人先生无做歹代志，政府的路麻兵啊做歹代志杀人，就是这袂使讲入。伫即个恐怖，互人压迫啊袂喘气的社会，我的爸母为着家庭的安全，毋敢甲人讲，甲先生娘通知。这是做爸母的本性。我即马做人老爸啊，渐渐也会了解。不离过，因为着这个决定，心内囂疑不安，自我真多，嘛受到足大的苦痛，敢毋是咧？这点我看会出来。先生娘要爱啥？有得亲两件。好，我随甲你拣。遮济冬以来，先生娘竟然来买果子，阿母拢定着亲手拣上好的，凊头掠做软互伊。这敢就是伊对先生娘甲单人先生的道歉，甲因回失的表示。可惜，到伊过身进前，拢无别物表示的方法，伊敢若会晓安尼尔尔。总是我看先生娘嘛是毋知影伊的意思，拢讲落来，钱囥咧倒去，哈你有话讲。遮济冬，我毋捌看过伊一时仔的笑神。啊，即个查甫囡仔吼，甲因老母讲即件代志吼，啊，因老母惊着，因为惊讲即个囡仔若是死家去甲人讲吼，等下煞害伊去互掠去关吼，所以即老母一直安那咧甲高情，啊安那咧甲伊命令安尼吼，着用迄足严的声哨甲伊讲，绝对袂使讲，毋通讲，即个代志袂使出去讲，啊，所以即个囡仔着真正无讲啊，啊，结果即个秘密藏在即个囡仔的心肝内吼。伊嘛有一个罪恶感呢，伊感觉讲伊即少运动爱甲即个医生的看守，即个先生娘讲者，无伊毋知影因翁是死伫地，啊到底安怎死的？啊，毋过大家拢毋敢讲，吼啊，即个囡仔的老母咧卖果子嘛，吼啊，即个先生娘有当时会来买，伊感觉因老母拢凊头凊较种软的吼，就是计先，所以讲卖伊较俗安尼，若计先一种咧弥补因心肝内的亏欠，因为因明明知影即个秘密，啊无甲即个先生娘讲个清楚。过来，归仁乡发展土地有价，苗林委员会决定甘蔗园袂人起换厝。这项代志已经讲足久啊，城里人嘛来过几啊遍，我一个人反对嘛无路用。总是，敢若我知影22年前兵仔杀人，证据要待伫遐，即马得要互起厝的工人挖出来。袂使我心肝头经过遮济年生好的疤，要阁互人刮开火流出来。这几工头壳烧烘烘，胸坎会痛。暗暝梦到单人先生来甲我讲话。你去先去甲先生娘通知。啊，先生！伊的面含喙鬚，我看甲清清楚楚，甲迄暗伫甘蔗园林共款。我去医生馆找先生娘，伊一个人住迄间大厝，旧旧啊，拢无修理。看病所在，原在一块大道，2条椅仔边仔一个基盘。我记着先生娘，袂使有罪的犯人徛伫判官面前认罪，求伊赦免。先生娘，关帝庙迄块甘蔗园，人得要起换厝。一点点无应，干那甲我看。听讲较早伫遐捌出过一件大代志。伊嘛是点点，面皮像一个鼓，平安安，拢无表情。过一时啊，
亲像有了解我的意思，才坐倒来轻声讲：吴先生，你若是亲目有看到，请你搁再详细讲来我听。先生娘，迄暗我伫甘蔗园看到。我甲迄项12岁囡仔伫甘蔗园看到的，隆重照起工讲互伊听。22冬以来，第一摆讲出喙，心肝头砰砰呛，脑后一直扎起来。伊死死坐伫遐，拿一颗打气的插头，面拢变乌去，足久才徛起来，喙内家己念讲：想袂到是安尼，想袂到啦。这个 unspeakable 这个故事吼，讲到伫白色恐怖的底，迄个人性啊，甲勇气，吼，啊，甲迄个韧性，迄个命根的韧性，吼，有讲到这无毋对。但是呢，咱若为另外一方面来讲吼，我感觉这个 unspeakable 真严重的这个罪恶吼，上大的罪恶就是讲受害者吼，咧替加害者暗藏这项代志，这是上大的罪恶。你加害者做罪了后，受害者爱搁替你暗藏，我感觉这是上大的罪恶。啊，当然，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讲，咧表现咱台湾人伫白色恐怖下底，安怎来无声的抵抗，安怎来保持上佳的人性甲道德。另外一个真好的咧，就是陈定波啦。陈定波吼，因某伊互人杀了后，因某甲迄个尸体吼，伊迄阵无离啊骹无啥货，厝里的门甲绑起来，用迄个门啊尸体放到迄顶悬，拖倒来厝里，身躯甲洗洗咧，衫甲换好，吼啊放到遐，啊拜托一个朋友伫因兜附近陈定波的。熟悉的翕相馆的朋友，透早来因兜，甲翕一张相，做证据就对啦。翕相的时阵，因为角度的问题，因某弄入去迄个门饰板的下底，吼，啊用镜架甲迄个门饰板啊甲陈定波尸体安尼摕起来，迄一个角度，哦，迄个翕相的人会当。翕清楚，迄个形坎的称空会当翕清楚，这就是咱台湾人伫白色恐怖下底的勇气，因某的勇气，迄个翕相的朋友的勇气，因为迄个时阵呢，迄种是死罪的代志，所以这就是咧讲这个 unspeakable 这项代志。我这篇小说坐车转来的时阵，哪看吼，哇！我就伫车顶就哭出来啊！迄个黑暗砍掉的，而且迄个黑暗砍掉的是咱毋知伊砍到偌宽偌大底，啊，迄个大底佫是互你无法度讲出来，讲袂出来，啊，你无法度得到头棒的迄种痛苦，伫迄个小说内底。所以伊迄内底有一段安尼，迄个伊的心肝，因为因老母去甲讲，伫写的时阵，哇！你迄个伫车顶落，哭甲毋知人安尼，真诶，你读白色恐怖诶小说，你会知影讲，迄个黑暗是甲你打咧，
毋过因为咱无经历过迄个时代，所以你毋知迄个黑暗要安怎甲一个人的心肝打甲变去，完全互伊无法度讲话，无法度喘气的迄种生活。陈瑞先生是安怎要离开台湾？伊其实无直接受到政治迫害嘛吼，毋过的确就是迄个气氛，互伊已经无法度喘气啊。所以伊就讲，伊要上飞轮机的时阵吼，有一个外国人甲伊问讲，要出国有啥物心情？伊就讲我自由啊，用英语讲，哇，迄是咱无法度感受到。这个故事有三个主要的角色。迄个乡下的老母听到伊伫甘蔗园看到陈云先生互兵仔枪杀，随叫乡下绝对袂使甲人讲。迄时乡下才12岁，一个12岁的囡仔是无法度了解为虾米袂使讲。其实因老母是为着伊的安全，才叫伊袂使讲出去。毋过乡下的老母暗中去通知陈云先生娘。伫迄个压制恐怖的社会，伊是一位勇敢佮有良知的台湾女性。我甲先生娘来到墓地，伫阿母的墓前点一支香。伊讲：多谢你甲我讲即项代志。哪像咧对我讲，毋过嘛搁咧对阿母讲。了后，带我行过墓地迄头。有一个家家细细的墓，孤单伫遐，青草发甲真旺。伊举迄个墓牌讲：你看，顶面有2串无去的字，陈继先先生之墓。民国36年5月13日过身。这个可怕的日子，我当然会记日。这是啥人？陈继先生是啥人？伊举头起来，脑像脑后塌掉咧，停一时仔才讲：就是陈云先生啦。啊，是陈云先生？伊伫遮？伊无伫遐？伊伫遮。恁老爸过身迄天，你的老母就来甲我通知啊。啊，你早就知影，阿母早就甲你通知。感谢伊，嘛感谢你。若无，我这22年的末日，毋知要安怎过。先生娘，我已经挡袂牢的伤心甲欢喜，对伊的目屎先流出来。毋是因为这项代志，我即马已经有讲出嘴；毋是为着先生娘已经知影，嘛毋是为着遮久以来。这个诚侪道歉的重担，雄雄无去，是因为少年一位勇敢良知的女性，伊为着囝的安全，嘛无要放杀朋友的温情，嘛无要凊凊彩彩，甲对的甲毋对的男做一伙，分无清楚去。这时，我又搁看到因末日操劳流去的水面，大蕊目睭，22当前，迄个黑暗面清澈的目神。其实，毋敢若是惊吓认命尔，也阁有足认真做人的决心。安尼过差不多20几冬过去啊，有一日这个囡仔要是感觉足不安呢，吼，所以伊找着这个先生娘，伊甲伊讲这个代志。结果迄日伊才知影讲，因老母其实伫个伊看着这个医生向枪杀迄暝，迄过当日天光，就走去甲这个先生娘讲啊。吼啊！其实伫迄暝，因老爸嘛是过身去，因为迄个医生都互枪杀了，袂当来甲伊看，所以其实即个因老母迄暝嘛是撞着一个伊人生足痛苦的代志，吼因安过往去，啊厝里安尼，阁有细汉囡仔，啊毋过伊有哪共款想讲伊做一个人，吼，阁是互相牵即个医生样熟悉。伊伫咧做朋友的道义吼，人情义理来讲，伊应当爱通知即个先生娘，所以伊想讲我冒险袂要紧，我互掠去，我死袂要紧，我保护我即个囡仔。伊走去甲即个先生娘讲即个代志，吼啊，所以即个囡仔吼，伊迄阵已经大人啊，30几岁啊，伊才知影讲，其实因的老母是遮尔啊勇敢吼，毋是讲是遮尔啊自私的人吼，其实伊是为着要保护伊的囡仔，所以伊才甲伊警戒，叫伊绝对袂使讲吼。啊，毋过伊家己煞冒这个危险，紧去甲即个先生娘通知
这有哪就是表现咱台湾人迄种的气魄，这勇气。虽然讲伊是下阶层可能无受啥物教育，但是其实伊的道德勇气方面是绝对无输讲遐的精英。伫这篇的上煞尾有正面描写讲，因为这个真新娘的这款无要放杀朋友的文情，无要清清菜菜，甲对甲毋对揽做伙，分袂清楚。伊这个描写，这段的描写其实嘛是会使讲是代表性的去描写白色恐怖时代遐个严硬坚强的女性，差不多拢是安尼，不管是倒一个，差不多拢是即款的状况啊。只是侦查讲，有人讲颠倒算歹命，因为可能嘛活到80、90、100岁，结果就是一世人拢是即款真吞忍，承受足济无共款的，不管生活上即个种种的压力，甲囡仔养饲大汉，请养大汉，但是伊才有写着迄个真黑暗面、真深切的目神毋干那是认命，阁有认真做人的决心，是要有尊严的做人。阮点点离开墓地，我问先生娘：“先生娘，陈英先生为虾米受害？”伊几落摆摇头，表示事实毋知。雄雄伊面挖过来，比迄个已经行过去的孤单发草的小梦。细声甲我吩咐，差不多听袂出来。你毋通甲人讲啊，毋通讲，毋通讲。我看伊裂薄黄酸的面，照着两撮红花的生照日，就是一个久病拖磨的老人，咧忍耐牵拖袂煞的痛苦。伊无声音通发出来，嘛袂使发出来。兄啊，你袂使讲，袂使讲。这个时其实因老母嘛已经过往啊啦，所以就互伊感觉特别足少念安尼。伊嘛有搁做伙去看即个医生的梦迄阵用另外一个名即个医生本来的名是叫做陈寅，佮叫用一个名叫做陈继生。伫个1947年5月13过往的，就拄啊228过了安尼。咱着看讲，感觉真正是足毋甘的心肝足艰苦的。因迄个时连死去了后，倒改成即个政权还佫毋放伊煞，所以惊人知影，毋敢用正名家徛迄个王牌。当然这一方面可能嘛是为着要保护迄个家己带的人，因为你若迄正名出来，可能伊较好去入安尼，嘛无得确啦。这是我咧摇安尼。所以迄是一个足艰苦的时代咱可能咱即马做时势的台湾人爱个翻头去读遮的历史，甲遮的历史读出来，这是互咱的遮的时代上大的安慰这嘛是应当爱互因的一个历史公义即个后壁遮有写甲较直啦就讲政府的罗马兵做歹代志害人，就是这袂使讲直但是伊透过这个作品甲伊讲出来。但迄个气氛无人敢讲陈瑞生呢，透过作品甲讲出来，而这个恐怖互人压迫甲袂喘气的社会，伊讲这父母呢为着家庭安全，其实拢毋敢讲，完全拢莫讲就好这就是安怎咱有写会讲是大人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其实真正甲这个气氛有足直接的关系，因为无人敢保证讲你讲你囡仔人较毋知影嘛也是讲较直接。较土地就直接讲啥的时阵，你无法度控制讲，伊会讲啥的时阵，结果可能就互人掠做一个要掠人的原因所以小说其实咧讲的讲，到底是袂使讲、袂当讲、毋敢讲、袂晓讲，其实会使讲，伊就是综合的意思啦。这个片名，这个要讲的主题，一方面互咱知影迄个恐怖，真正是你毋知要哪讲，毋知要哪讲。袂当讲，袂晓讲，袂使讲，讲出来毋知会安怎陈英先生娘是一位值得尊敬、同情的女性。伊偷偷甲陈英先生用假名代替一个家家细细的梦，毋敢互人知。
伊惊出代志，反复向啊袂使甲人讲。但因孙仔娘甲切西28受难者会甲小共款，惊遐人命，毋敢大声喊出来，实在互人心酸。兄啊，你袂使讲，袂使讲。袂使讲，袂使讲，逐个人拢袂使讲。我又搁听到我的阿母安尼甲我吩咐，我知影啦。即马我已经知影啦，因为因是228的受难者，应该到呾已经无人会记起因啊，应该是到呾无人知影因的生死，因伫倒位，应该是敢若知影迄一暗，伊甲行记的朋友为厝人互人拖出去，就无搁再倒转来。你毋通甲人讲袂使讲，这拢总袂使讲。即马咱知影因伫倒位，嘛袂使讲。不管伫四雪啊闹热的甘蔗园，伫黄昏无人所教的蒙阿埔，这个可怕的，毋知要安怎讲出嘴的代志，爱搁等候到当时，才会当拢总讲出来。暖暖站门客，咱来故事串满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这部说入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好，我是阿尤。这篇是 The Unspeakable。陈雷先有注解讲 Unspeakable 有袂晓讲、袂使讲、甲上恐怖讲袂出嘴的意思。我会记得进前读台湾的几啊古。研究者发现，几若个故事的背景甲迄个所在的历史无共，推测就是发生甲即个故事共款的代志。2020年出版的贾基安所写的《特殊台湾都市传说》，讨论扩大的历史，古日本时代的刑场做例。伊发现，真侪人讲是日本刑场的所在，其实甲日本无地带。颠倒是白色恐怖怪人的所在。小说上尾迄句毋知要安怎讲出嘴的代志，爱搁等候到定时才会当拢总讲出来。讲是真重要，毋过讲有人听，有人信道。最近的 MeToo 有足侪人讲出10几年前的代志，毋过有人无甲因信。对无信的人，迄拢是小说。讲一个较轻松的。我国中的朋友，伊高中毕业了后，
甲我讲，国中时有一摆食会到，伊先看到猪肉笋丝菜内底有偌大个尸体。毋过后来阮食到遐尼落痛，伊毋知安怎讲，这嘛是一件 unspeakable 的代志。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